前几日有一群人伫台北捷运永宁站的出口双厨房，甲通光的玻璃打破，甚至阁爬过闸门出站走去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涉案的8个人是一群烧酒来台湾练厨房兼旅游的外国人。这群人已经和捷运公司和解，答应要赔6万外块。另外，阁依照大众捷运法罚28500块。穿白衫的查某人伫咧练厨房，跳起哩积分站的玻璃挂，180度细帮失败了，其他人一个搁线一个，将起哩暗门土的去做。这群人算甲真欢喜，也过甲彩光的玻璃挂拢有必损。就是从斜坡这里冲上去，然后跳到玻璃上面去，然后再跳下来，就会蹦蹦蹦这样子啊。等到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咧台北捷运的北南线永宁站2号出口，现场看到正明显的连来敲痕。玻璃有10公分的壁损，甲2条20公分的敲痕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8个外籍男子12中昼11点外，伫咧等公车的时阵，先伫咧公共设施练厨房。同一天暗时，因阁转到捷运永宁站。Yongning Station. Oh yes, The yes. gas is broken. Yeah, I see my friend. It's not me. 这边出现伫咧永宁站，旅客入去内面要坐车，也无看到站长过来。这群人是越头就走。有人是旅客选，有4个人是变过闸门出站。经过警方调查几多天了，甲人通知到案。8名外籍人士在玻璃上玩滑板所造成，后续将依相关行为认知、行为态样分别移警侦办或交付采访。原来这8个涉案人拢是爱生厨房的一个教练，是对日本、美国、澳洲、加拿大来，大家烧酒来台湾练厨房兼旅游。严格所讲，捷运出口当作练习场。因的行为已经涉及到损毁等刑事责任，严格即马已经甲台北捷运公司和解，付66000外块的赔偿金。严厉谴责违法行为，已经立刻报警追查，将依照这些违法行为涉及大众捷运法的各项规定来分别裁罚，绝不宽待。除了赔偿金以外，台北捷运公司也依照大众捷运法，对8位外籍人士罚28500块，因为练厨房赔了要到10万块，也互这边的旅游胜至规个拢败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